议长郭信良表示，因为防疫的关系，不但校园无对外来开放，就连公园平时嘛真少人出入。伫个少人照顾，加上前一阵啊梅雨季节，造成杂草丛生。议长担心，伫个全面防疫的同时，恐惊会成为脏乱的死角。如果无赶紧处理，恐惊会变成登革热的温床。对此，拥有侪空地甲公园的安平区长赖清竹表示，原则上1公顷以下的面积由公所来处理，因为市定的关系，公所拢有咧整理。如果民众发现草啊伤长，嘛应该通报里长，或者是公所来处理。就公园的部分，1公顷以上是市府的权责，那1公顷以下是由我们公所来做一个认养。那我们里办公处他们也有做认养，那里办公处里长他们也会派他们里面自己用他们的经费或者是他们的志工会去做一个打扫跟清理。那不足的部分会请求我们公所资源的部分，我们公所也会来帮忙做一个协助。那我们所辖的公园，我们会排定我们既有的期程，然后来去做一个清理。那如果说民众有发现哪个地方是不是草太长的，那也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可能我们还没有排到，或者是说疏忽到了，那请你们打电话来进来，我们都一定马上会派人去处理。那针对那个私有的地的部分呢，我们会如果它草长超过100公分，那我们就会查报它改善。那如果再不改善，我们就会移送环保局来做开罚。那就大家所担心的，像现在大家防疫期间都一直 focus 在防疫，那请大家不用担心，在登革热的工作方面，我们也做得非常的落实。像自主检查表，大家应该也家户都会收到了。那我们在环境消毒的部分也都已经完成了。那在这个部分，我们里干事同仁只要是下里的时候，还是会注意去看一下我们的环境，也要落实我们的巡道清刷。当记者是在前往几个公园，有的公园确实杂草丛生，不过有的公园嘛正在进行除草。其中位伫平通路车管处对面的这块空地，虽然是民间的土地，不过由公所来领用，公所也是会派人来整理。如果是私人无整理，公所当然嘛依照空地空屋的管理办法来办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